咁啊嚟到最後一批咧，大概4隻馬左右。咁呢4隻馬咧，其實有2個共通處啊。咁一來咧就係話佢哋好可能喺戰績上係少，即係比較比前面嗰幾匹係少啲根據嘅。但係另一方面另一點咧，就係佢喺呢個上升空間方面應該係最大、最有新鮮感嘅。咁啊，分別咧就係2號嘅超競速咧，11號狩獵專家，咁啊15號子夜插曲，同埋19號嘅戰地領袖啊。咁啊，先講下大家好熟悉嘅11號狩獵專家先啦。咁呢匹咧，早前如果喺杜拜世界盃夜，大家見過佢跑呢個阿聯酋打比嘅時候，都真係好犀利呢隻馬。季初第一次初出啫，咁就可以咧，即係3歲啫，跑纖維沙地添，咁啊頂到翻嚟咧係爭一個好短嘅距離就輸俾呢隻貴麗鹿。咁啊，但係要留意一點，貴麗鹿馬女咧係受讓榜啊，咁所以呢隻馬第一次出到即係久休一個冬天之後出翻嚟，有個咁嘅表現已經算好好噶。咁啊，近日咧亦都係美國呢邊專家 Steve Haskin 亦都係埋一條伏線噶，就話如果呢20幾年嚟歐洲或者英愛嘅陣營，如果想贏一場嘅話咧，今年嘅機會咧係最黃金噶啦。咁啊，而計狩獵專家本身嚟講，佢除咗一樣嘢係未跑過泥地之外，其實其餘各個因素都已經係一齊喺度。因為佢喺舊年嚟講咧，係喺育馬者杯日咧係跑過丘吉爾園，應該環境上係已經係熟習嘅，唔會陌生。喂，第二咧，佢嘅跑法咧係其實幾有利嘅。咁啊，因為佢又唔係帶頭啊，佢係跟住喺大概3、4位，即係中前置嘅馬匹嚟啊！咁啊，以近60屆啊，呢個肯卡威賈比嘅數據嚟講咧，如果喺呢啲嗰個位置直路咧透到出嚟，大概喺最後200-300米左右仲可以帶到頭或者第2位嘅話咧，幾乎90%以上嘅機會率咧，你可以咧贏唔到都會喺3甲嘅。咁啊，呢隻馬加上喺呢一個亂局裏邊，佢有個級數根本上都已經係唔敢認第一，都有第2、3噶啦。咁所以各方面嚟講，佢而家就一開頭咧要20倍左右，咁啊個分頭幾好嘅。咁啊，所以呢隻咧會係一路奇兵嚟嘅。咁另外2號嘅超競速咧，咁啊上次係贏呢個艱難嘅喺豐田南恩錦標啊。入到直路尾都差唔多尾2、3，係嗰段衝程咧係好緊要噶啦，埋到線嘅時候衝到埋去，以為輸咗啊，幅相影翻出嚟贏翻，咁啊運都有埋，咁啊亦都係配新秀路線紅啊，咁啊近況應該係好標青噶啦，落到嚟神貨亦都係好對版，隻馬咧好有口徑噶，咁啊問題亦都係啦，佢係不嬲都係跑開草地同纖維沙，而家轉翻過嚟咧泥地咧係呢度有少少疑點嘅啫。如果唔係咧，個分頭都幾好嘅。咁啊15號嘅子夜插曲，咁啊呢隻馬咧就希望成為啊19世紀以嚟啊差唔多過百年嚟第一匹2歲未跑過3歲先初出，跟住咧可以贏打比嘅賽區。咁啊都有少少呢個馬房嚟講，巴富達呢位白頭嘅教頭咧，即係出到名計仔多噶啦。金沙軒拉住隻2、3線馬都可以頂到隻火箭人，都真係好犀利。咁啊，本來咧就有一隻係重點因素，呢隻咧而家當今可以話最快嘅啦，喺美國裏邊境內最快一隻3歲馬。好可惜咧就係有少少傷啊，個口嘅即係口徑方面傷咗之後咧就。呢一場追唔到進度就要退出啊！咁啊而家調翻前有隻子夜插曲入到嚟，上一場見佢贏呢個聖安列達打比咧，就佢係即係受阻噶啦，俾嗰隻減法婆喺直路一路外閃干擾到佢，但係咧呢隻馬乖乸嚟噶，即係有隻馬喺佢隔籬，大家鬥嘅時候佢越鬥越勇嘅，咁啊鬥心好馬。咁啊，唯一就係驚佢經驗啦，亦都係大家頭先聽到，因為佢2歲未出過嘅。咁啊，否則嘅話咧，呢隻馬佢而家留15買15檔，佢亦都係中後至咧，好好跑啊。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啦。咁啊，有一個又係懸念啦，因為咧
大家如果記得2002年嗰屆啊，巴富達又跑到最尾咧冇晒馬噶啦，咁啊天價暗盤價買隻戰爭標誌翻嚟咧，就最後一隻馬入去就保中嘅，咁啊依隻子夜插曲咧都係無心插柳嘅，咁睇下會唔會真係可以咧就係真係撞棍搞掂啊！咁啊最後一隻啦，19號戰地領就嗱，依隻馬真係好實而不華啊！點解馬仔細細咁啊離灰色嘅馬，咁啊就作戰經驗同我諗係同嗰隻超競速都係差唔多，係近2-3個月開始揾到自己適合嘅競跑模式之後咧，你喺任何一個位置擺佢喺後置咧衝上嚟，佢試過喺個路易士安娜打比內檔咧可以穿出嚟走得近，上一場咧呢個阿肯色打比咧亦都係喺外檔跟住呢個考古名家翻到嚟咧，亦都係緊緊第二，但係佢最尾嗰幾回如果跑多100-200嘅話咧，考古名家未必頂得實佢嘅，所以呢隻馬即係可以話都係潛質好優秀嘅。咁啊晒一陣營咁啊近3年全部都同啲北非啊中東有關嘅馬名，咁啊二勝區就連打比都跑唔到，咁啊尼羅先鋒又係爭少少，呢一隻咁啊今次排19檔，雖然就係話係外檔，但係呢隻馬亦都係留後嘅。咁如果佢用翻大概好似千禧年啊呢個進歡騰嘅父系啊防一飛馬或者香港亦做零區啊，嗰隻馬一開閘慢流尾袋落到去喺留到喺靠到欄邊，跟住慢慢逐步咧係即係佔有街景咧，咁啊似乎真係機會都唔差噶。咁啊中谷亦都係有計仔啊，騎啲馬咁啊，所以綜合嚟講呢一場咧 GC 啊喺第137屆啊肯塔基打比，暫時嘅心水咧就會係8號來電、11號嘅狩獵專家、14號嘅升高福同埋咧19號嘅戰地領袖。咁啊視乎臨場嗰個狀態咧，我自己嘅有個 hunch 咧就係，如果真係古摩亞想贏打比咧，事隔15年之後咧，今屆真係最似模似樣係今屆。咁啊，如果狩獵專家臨場對板嘅時候，可能擺佢喺頭都未頂啊！我再重複一次咧，我嘅選擇係8、11、14、19嘅。